門旅行入住酒店，入房之前千祈就咪敲門再講打擾啦。今日咧就教大家一個道家入邊能量最勁嘅結界術——寶崗搭步。一搭落去，結界即時立起。經常出街旅遊、住酒店嘅朋友一定要收藏好啦。正所謂好記性就不如懶筆頭，免得日後想揾都揾唔到。呢個結界術，舊時古人出門住驛站、翻山越嶺嘅時候必定會用，借住八卦嘅力量阻擋啲肉眼睇唔見嘅邪氣靠近，幫自己嘅氣場做好結界防護。除咗出門帶正能量噴霧保平安之外，最實用嘅咧就係呢一招搭結界啦。做法好簡單，入門之前咧，想像塊地板係一個9宮格，記住左陽右陰嘅口訣。第一步，左腳踩中間，跟住右腳踩右下，再右腳踩右方，左腳踩左下，右腳上移，左腳下移，右腳踩右上，左腳踩左方，右腳踩左上，最後左腳翻左上，結果就完成啦。再複習一次步驟：5左、9右、6右、7左、2右、8左、3右、4左、1右、1左，搞掂。入房每個人咧都要搭一次寶崗搭斗，咁用咗呢一招咧，今晚就可以一覺瞓到天光啦，瞓得安穩晒。如果出門咧旅行帶咗小朋友咧，怕佢瞓覺容易惹醒，可以隨身咧放一樣能夠令到佢心神安寧嘅物品啦。就好似我咁，平時咧出遠門都會放一支特製嘅正能量噴霧，可以避免失眠多夢或者係小朋友夜哭驚醒，有備無患，未雨綢繆。快啲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啦，下次入房直接就開結界，唔使再怕唔安穩啦。